Hello，中山買樓揾 Terry 啊！今期咧，我哋重點講一講傲風天馭呢個樓盤。有好多粉絲後台已經有關注到啦，呢個樓盤咧開始大劈價。咁距離我哋之前嘅一個樓盤，好似6棟嘅一個單位咧，就真係平咗有2000蚊一個平方嘅。但係咧，亦都同大家講翻一個點咧，呢一個大劈價咧，佢今次降嘅係後邊11棟嘅單位，戶型都係一樣啦。係由88平方、89平方、105到120平方，涵蓋咗3房1衛同3房2衛，包括我哋4房2衛嘅呢一個戶型嘅。咁咧講翻呢個樓盤，其實從佢開售到依家，其實都比較受關注嘅點咧，即係有個地方一定同大家去推薦下嘅，即係我依家身處嘅呢一個位置，佢係依家屬於一個比較網紅嘅一個。我哋叫商業城啦，係叫富日城嘅，有冇聽過啊？如果有聽過嘅話咧，應該都會知道近幾年嘅一個中山好多啲重大嘅一啲節假日活動咧，都係人潮湧湧，一塞車就塞呢邊噶啦。咁佢俾翻到我哋嘅一個衣食住行入邊，佢嘅呢一個食就真係可以喺呢度滿足翻嘅。除咗呢一個富日城之外咧，行路大概100米定係200米嘅位置就可以到翻 Coco City 噶啦。咁圍繞翻我哋。傲風天馭其實係啱好補充翻咗佢嘅一個商業不足嘅一個地段。咁我哋食過呢一餐飯之後咧，就馬上去翻項目去同大家去睇下佢現場嘅一個流動戶型嘅一個實景啦。咁如果我哋係要翻香港，其實都非常便利嘅，因為喺對面咧有一個博覽中心啦。你可以通過2個方式，一個係樣樣巴士18蚊到深圳，再搭地鐵去翻深圳灣。咁第二個咧，直接搭深港巴士，亦都可以搭到前海之後再搭地鐵去到深圳灣。咁有一個更加直觀方便嘅，就係去翻我哋 Coco City， 或者係去翻我哋嘅一個富日 Top Park， 都可以滿足到翻到旺角啦、太子啦、荃灣啦、將軍澳啦等等呢啲地方都係可以滿足晒㗎。咁 OK 啦，我哋而家嚟翻到傲風天馭嘅一個門口啦，呢個係佢嘅一個主門嚟嘅。咁望翻下佢周邊嘅環境啦，大家都知道嘅，迪興實業旗下有一個叫博愛里，咁呢個樓盤已經基本上接近沽清嘅狀態，非常之火爆嘅。咁原因咧係當時博愛里咧佢賣嘅價格咧相對會平翻少少啦，但係今日呢一個樓盤咧佢真係大劈價啦，劈咗2000蚊到嘅一個價格，9000幾蚊就可以上車嘅。咁我哋先繼續睇翻個地段，再加深翻個印象啦。前面呢一條係屬於我哋博愛路嘅一個路段嚟嘅。博愛路佢喺中山係屬於佢嘅一個主幹道，有中山路同博愛路夾住嘅中間呢一段咧，就係傲風天馭嘅位置啦。咁博愛路咧，佢其實平時出行平時你哋如果有揸車翻到中山，佢係冇呢一個紅綠燈嘅，所以交通會非常之通暢嘅。咁再包括對面咧，亦都係近期賣得比較 hit 嘅一個聚豪園，從舊年嘅10月份開始，直接係做咗幾個月嘅一個銷冠嘅，賣得非常之快。佢嘅景觀都 OK， 因為我哋整個南面咧就係五桂山嘅山脈啦，亦都係好近翻我哋嘅海欣新城嘅。咁我哋依家呢一個項目嘅整個園林咧，具體係點樣？跟住鏡頭一齊去睇一睇啦。咁入翻下園林咧，其實我哋可以好直觀咁感受到啊，佢嘅一個密度真係好舒適嘅，1.5嘅一個低密度嘅一個小區，佢係同翻我哋嘅呢一個別墅咧係住埋一齊嘅。咁依家咧佢嘅整個小區咧，佢係採取咗一個南低北高、坐北向南嘅整個設計，所以咧你會感覺到咧佢係戶戶都可以望到景觀。重點咧係可以有一個通風採光，滿足翻我哋居住嘅。另外望到嘅全部都係實景嚟㗎。買樓其實你如果話想關注翻一啲穩陣同埋話驚買錯嘅話咧，睇實景就實冇甩拖嘅。咁我哋一直往上行咧，佢總共係有220米嘅呢一個水景啦。其實呢個開發商都好講究翻一啲風貌水嘅。咁因此呢一個玉帶環腰嘅一個設計感咧，真係正。另外，佢亦都可以喺呢個小區入邊咧，配備翻一個游泳池俾到你嘅喎。呢個係子母游泳池嚟嘅。咁睇翻下整個佢嘅外立面啦，呢個風格你哋覺得會似翻香港、澳門邊種高端樓盤嘅風格？可以評論區一齊傾下嘅。
咁佢呢個樓盤咧，主打嘅係一個中高端嘅樓盤，所以佢用到好多呢啲西門子啊、索菲亞同埋一啲聖象啊，就呢一度一辣嘅呢一個裝修牌子咧，你哋望翻下，全部都係一啲可能我自己以前裝修都唔捨得用嘅一個材料啦。咁我哋整個小區依家目前在售重點係有6棟同11棟，6棟咧依家已經係賣緊剩低嘅一啲尾貨啦。就唔多噶啦。早期大家關注開嘅係佢5棟，包括在前面嘅嗰啲，我一般就唔會推介俾大家。當時亦都唔會帶太多嘅客戶過嚟睇，因為我覺得嘈呢個最直觀嘅。我哋自己生活喺中山，其實對於呢種嘈雜嘅環境咧，一般唔會作為主要嘅推薦。咁依間6棟佢嘅均價11000到13000，11棟咧係去到9700到11000度，大概係相差到2000蚊到一個平方。total 咧相差到20萬度，依家你睇到廣告宣傳嘅話咧，基本就係講緊11棟。咁喺睇之前，我哋先去睇翻，因為佢嘅格局、戶型同埋裝修標準都係一樣嘅。我哋先依家上翻去呢一個6棟去望一望，睇下感覺啱唔啱先啦。OK 啦，上翻到呢一個創意樣板房，帶大家從大睇到細先啦。呢一個咧係120平方南北雙陽台嘅戶型，咁呢個格局咧應該會比較滿足到大部分嘅一個家庭成員嘅，因為佢係4房嘅。喺在售嘅一個單位入邊咧，佢嘅面積就係呢一個係4房嘅。咁我哋先從入門口廚房位望下啦，佢嘅呢個廚房位咧係屬於一個我哋叫做細 U 字型嘅一個廚房。雖然咧睇上去唔算話太大，但係可以放到雙開門冰箱嘅。咁呢一個在售嘅目前創意樣板間咧係喺6棟呢一邊，咁先睇翻下6棟嘅位置啦。佢喺北面嘅呢一個景觀可以望翻整個泳池，亦都可以望到佢嘅一個別墅區域。咁所以佢嘅一個加上對流之後咧，其實開咗呢邊嘅窗，你已經感覺到有風噶啦。咁南面嘅呢一個位置咧，佢就係望翻整個別墅區，加上佢嘅一個水景。小區入邊咧，佢總共做咗200幾米嘅水景，所以呢度望落去咧個 view 係好舒服嘅。而且呢一個小區咧，隔離佢哋嘅一個開發商老細都係住喺度嘅。陽台其實亦都係滿足翻一個傳統嘅一個除咗標準陽台之外咧，係加長咗嘅。所以我覺得呢個戶型咧比較適合翻改善型嘅一個客群啦。即係如果你係中意啲大啲嘅，住得舒爽啲嘅，要1000幾尺嘅呢種豪宅嘅感覺咧，應該 OK 嘅。咁呢個廳嘅一個感覺咧，即係佢就係屬於我哋你放翻70-80平方嘅7-80寸嘅呢種電視啦，都係 OK 冇問題。交付咧佢就唔係呢一種嘅。最後面咧會俾大家去睇一睇佢嘅一個交付情況。咁入邊幾間房咧，我哋簡單數一數，佢嘅飄台係唔打得嘅，所以咧佢嘅設計咧係將個飄台用翻起身。咁我個人比較中意就係呢間房咧，因為佢可以從房出到翻陽台，比較舒爽嘅。咁最後主人房呢邊咧，其實佢有2間房嘅，但係佢改咗一個大嘅套間，所以用起身咧會更加多一啲功能嘅一個空間俾翻你去使用嘅。咁睇翻下後期，你如果參照翻樣板房嘅一個裝修啦，廁所位其實裝得特別靚嘅，整個空間咧佢解決咗呢一個採光通透嘅問題之後咧，整個格局真係豪宅嘅一個享受啊！咁當然如果你話120平方係住3個人咁樣改 OK 冇問題，但係4個人咧最好都係預留翻間房。咁我哋仲有翻一個105方、89方同埋88平方嘅一個戶型，帶大家去望一望嘅。咁依家我哋過翻去睇睇。啱先講到120平方嘅話咧，佢係屬於獨立嘅一個位置嘅。剩低嘅3間房，因為佢2梯4伙，剩低3間房咧，佢係喺翻呢一個區位嘅。所以你話120平方，雖然佢嘅總價單價貴翻少少，但係俾翻你嘅私密度同埋享受度咧係更加高嘅。咁我哋望翻105平方傳統嘅一個樹廳戶型啦，咁都係先翻到陽台度望一望嘅。整個陽台位咧，佢會更加近翻我哋嘅一個水景啦。咁樣望落去，因為佢係喺翻呢個6棟係喺翻整個小區嘅中間位，又唔驚嘈啦。前面我哋知道係博愛路，早期賣緊嘅係1棟、2棟、3棟、4棟、5棟。咁佢早期賣啲咧，唔單止價格貴，而且係靠路、大灰塵、嘈，
但係依家呢一個105平方咧係唔會嘅，佢整體嚟計咧係相對安靜得嚟，價格依家又平翻落嚟嘅。咁望翻佢整個呢一個屬於呢個應該係未算係交標吧？一陣確認翻下嚇。佢整個睇得到嘅空調啦、風管機啦，包括牆板啦，如果係作為交標嘅話咧，算得上係豪裝嘅一個風格㗎啦。我哋對比翻中山，呢度未望下呢度先。呢個係佢嘅一個廚房位。廚房位嘅話咧，如果目前第一眼感覺可能就放唔到雙開門冰箱啦，但係好處咧就係佢呢個位會多翻咗一個生活陽台嘅一個位置嘅，所以如果你後面想要增加大翻少少空間，亦都仲有改造嘅一個空間喺度嘅。咁就望翻佢嘅呢一個房間啦，呢邊有3個房，有個工位。咁望翻下，其實佢啲石材用料咧，真係做得比較我哋定調到中高端嘅感覺，所以你基本買啲家私入住咧係冇問題嘅。佢嘅次臥啦都係比較大啦，放完嗰個衣櫃之後咧係符合翻我哋正常嘅一個使用空間嘅。主臥就係一個套間，咁其實我目前喺現狀呢度望到嗰個感覺咧係舒服嘅，冇問題嘅。咁我哋仲有2個細職嘅單位咧，係89平方同埋86平方。咁呢一個單位依家目前均價大概係喺12000度嘅單價可以上車㗎啦。咁細職少少嘅話咧，佢嘅單價就11000出頭。咁我哋分開2個，最後面再帶大家睇翻呢個交標啦。啱先嗰個都係屬於交標嚟嘅。咁呢一個係創意樣板間，創意樣板間佢做咗一個日式嘅一個風格啦，可以望翻下。89個平方，感覺其實同翻105方嘅客廳差唔多，但係更區別就係得一個衛生間。咁所以你可以望翻下佢嘅陽台朝向都係東南向嘅。啱先105平方嗰個咧，佢係東南向，呢一個89平方亦都係東南向。所以你喺整個居住嘅體驗就除咗空間大啲細啲，只要係滿足到一個衛生間嘅情況下咧，呢一個整個 total 嘅一個總價相對係會性價比高翻啲嘅。入邊咧係3間房，咁房入邊有一間房係會細少少，需要考究翻你嘅一個設計。依家佢係設計咗一個下邊有個拉床嘅，平時又攞嚟做翻一個工作室啦，或者學習閱讀室都冇問題。咁所以呢一個89平方嘅戶型咧，目前買得比較多嘅都係一啲翻嚟養老啦，跟住就係可能2個人住啦，最多係3個人住嘅呢種情況可以滿足到㗎啦。咁佢亦都係比較好嘅，就係帶翻一個生活陽台喺度嘅。即係雖然係一個衛生間，但係佢該有嘅嘢佢會保留翻俾你。咁最後88平方嘅呢個戶型係交標嚟嘅，咁佢係對門嘅。咁呢個戶型同啱先89平方嘅區別喺邊咧？佢嘅廚房位會細翻少少，但係亦都有翻生活陽台嘅。如果你想大翻少少咧，將佢剝咗佢打大少少係 OK 嘅。咁第二個佢嘅陽台嘅一個方向咧係西北朝向嘅，呢個係西南朝向啊，講錯咗唔好意思，係西南朝向嘅。如果你係買翻高少少嗰個位咧，就可以望到嗰個博愛路嗰個整個景觀㗎啦，就會相對都 OK 嘅。咁呢一間房對比啱先嗰個日式嘅第一感覺，佢會通透啲，會更加光亮啲，冇咁暗嘅。咁亦都係3房1衛。咁如果平時有翻啲鼻炎，想要乾爽少少嘅呢一個單位咧，佢西南位佢會一到下午咧會比較大嘅太陽，當然啦，亦都會熱翻少少啦。咁可以考慮翻。咁我哋再細細睇翻下個交標嘅情況啦。啱先睇翻下佢呢一個交標係屬於一個風管機，佢就唔係中央空調，因為入邊3間房咧係需要自己再裝翻空調嘅。咁另外咧，佢係帶咗呢個護牆板，係作為一個交付，包括背景板，即係所見即所得㗎啦。如果你哋話OK， 我想認真再研究下佢嘅一個交標咧，可以再私信翻我，我會發翻一個具體嘅交標俾你。咁我哋依家去睇佢嘅一個。依家近期劈價2100一個平方個11棟嘅一個戶型啦，走。
依家就帶大家上到佢賣緊劈價嘅呢一個11棟嘅一個單位上面啦。咁先望翻下啦，前面個 view 咧係會有少少遮擋喺度嘅，因為佢唔似翻我哋早期賣開嗰啲相對靠路，包括依家在售6棟嘅嗰個樓棟嘅視野咁開闊。咁佢嘅正南方呢邊咧會遮擋少少，但係咧佢嘅一個側邊少少嘅，大概係一個西南位啦，都可以望翻到一個山景。咁對面嘅話咧，就係我哋嘅一個依家睇到光禿禿嗰個位置咧，係金色年華當時賣緊286平方嘅一個大平層。咁其實喺大陸入邊咧，你哋如果係見到啲微封頂嘅樓，買唔買得過咧？係唔建議去做考慮嘅。呢種就係微封頂直接爛尾咗嘅。咁同時嘅話咧，因為當年咧佢哋係未有資金監管嘅呢一種流程啦，所以買到嘅樓佢冇辦法去監管，令佢去做下一步，其實係相當之慘嘅。咁如果大家係有關注翻大陸樓，哪怕你唔揾 Terry 我去買都唔緊要，諮詢係免費嘅。咁我哋再望翻下呢個戶型嘅一個情況啦。呢一個咧係屬於86個平方嘅呢一個戶型啦。咁佢目前睇到嘅係一個清水房。咁其實最大嘅區別嘅話咧，就係佢嘅一個景觀啦。咁我哋會望翻下佢嘅一個所有嘅窗台啦，包括佢嘅一個露台啦，以及房間啦，佢望翻到對面嘅一個景觀咧，目前你見到嘅都係比較空曠嘅。咁所以佢對比翻6棟，如果你係中意啲 view 靚嘅，或者係多翻啲城市景觀或者綠植嘅，我就比較建議你會考慮翻嗰邊。咁如果你係考慮翻呢一個劈價嘅呢一個優惠嘅，佢依家差2000蚊到啦，即係總共 total 係20萬到嘅一個差額，就睇翻你點樣去揀啦。89方對面呢一個88平方嘅戶型咧，都係3房嘅。咁佢嘅一個陽台位咧，佢係朝翻個北面嘅。咁呢一個單位咧，佢更加近嘅咧係佢嘅一個山景。咁呢個視野其實你話如果開闊度咧係比翻嗰個啱先嗰個89要開闊，但係咧佢係北向嘅，會相對悶熱翻少少。咁隔離嗰個防控中心咧，我哋都去了解過，佢係屬於一個辦公樓嚟嘅，就唔係屬於醫院。咁呢個都係算係放心少少嘅。如果係話醫院嘅話咧，就真係唔推薦大家去考慮啦。咁呢一個就係佢86平方嘅一個基本戶型。如果啱嘅話咧，反正依家9000零蚊就可以上車㗎啦，係單價嚇。咁最後都總結一下啦，呢個樓盤咧其實佢在售嘅一個樓棟啦都有得揀嘅。如果你話想要翻我哋性價比高翻少少，佢靠前面少少單位嘅景觀會 OK 啲、靚啲嘅，10,888蚊起就可以買到㗎啦。咁咧可揀嘅樓層可能就冇咁多啦。咁你如果話想要中間位少少嘅，又可以望翻景觀靚啲嘅，就建議選翻6棟。佢今年嘅即係下個月嘅月底啦，就可以收樓㗎啦。咁如果係11棟嘅話咧，佢嘅收樓時間係去到今年嘅年尾嘅，都係實景現樓，可以安心交付。咁如果你哋喺博愛路上仲有想要對比，仲有唔清晰嘅，亦都可以直接聯繫翻中山本地博主 Terry 我係一個專注翻中山城區改善盤嘅博主，我哋下期見。